行，那这么说你借了5万，是透支。透支不用还吗？行，租店你花了3万，那还有2万呢？存着呢。你跟银行借钱存银行 ？Yes。是的。你再给我说一句，复印店的事情你是不是也扛下来了？啊？您怎么知道啊？你就剩下那2万块，那帮人要的就是2万。你妈这点智商不是没有吧？老妈，你太聪明了。少给我拍马屁！我告诉你杨康，今天你妈把话撂这儿，你如果想把我气死，你先给我打声招呼行吗？妈，我没那个意思，我是想好好创业，孝敬你。还有孝敬我爸。孝敬这种异想天开的事情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不想了。你想吗？我不想。爸妈，你们就这么放弃我了？是你放弃了我们。你说说，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啊？人家养一堆孩子也不像你这么一个操心。那是因为您没去过别人家，不是说了吗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你给我闭嘴！杨康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听好了。第一，立刻把店给我退回去。这合同都签了，店主都去国外了，我怎么退啊？哎，这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，你签合同那么大的事情，你都不跟我们商量一下是吧？我那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啊！惊喜，惊喜，我们惊喜大发了。夫人，我可以发言吗？你早就能说了，你想累死我是吗？哎，二位，你们轮班上，我是一个人，哎，我累了，坐下。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啊，咱们就按照事情发生的经过来处理。杨康，你先把银行的钱还了。银行的钱是国家的，你着什么急嘛？哎呀，你不懂，银行的钱是有利息的，这5万块的利息也不老少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虽然我不懂啊，但是我听朋友说过，这个信用卡是有额度的。哎，你怎么一次性透支那么多呢？不是1张卡，到底几张卡？是5张卡。你看，每张卡能透支2万。5张，那么说10万。喂，哎，好啊。杨康，给我开门！臭小子，你听见没有？开门呐！臭小子，开门！杨康，你听见没有？杨康，开门呐！开门！妈，哎，臭小子！哎，妈，臭小子！哎，我错，找死啊你！你跟我说钱呢？妈，你冷静点，那是我的创业基金，我会还上的嘛。你拿什么还呀？西北风啊！你告诉我剩的钱呢？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啊。你打电话，你给我吧你！打电话。喂，多多，人已经找到了，我们正在去医院的路上。什么？不是人伤了？哪家医院啊？人民医院。哎呀！说，剩下的钱呢？啊？在银行。银行？哎，妈，臭小子！冷静，冲动是魔鬼，一定要冷静啊！行，我冷静，对，我不冲动，不冲动。你说钱呢？啊，剩下的钱呢？行，今儿我豁出去了。本来我是考虑到你们的心情，啊，想编个幌子骗你们的，结果你们这么不依不饶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杨康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在银行办了5张卡，一共透支了10万块钱，
啊，2万块钱给了我烧伤的兄弟，3万块钱给了我自己开店，还有3万块钱是我备用的资金。那还有2万呢？对，那2万呢？在这儿呢。这是我送给小桃的婚戒。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连个礼物都没有送给她。一个戒指，2万。对啊，这是最便宜的呢。杨明，啊，你说，把我手抬起来，抬起来，再高一点，再高点，再高一点，再高点。你给我扇的。是，爸，是，爸，哎呀，这什么事儿啊？这是。哎，伤成这样，要不别去公安局了，去医院吧。不去。不行，必须去公安局！我要去告那些坏人。是我自己摔的。爸，他们打人是犯法的。真是我自己摔的，真的啊！爸，不怪别人，全怪爸爸，是爸爸不好，爸爸赌博。爸，可你知道吗？自从你结了婚以后，爸爸真的没有再赌，你信吗？我相信。信就好。爸爸看出来了，你之所以这么急着结婚，就是想有一个正常的家。可爸爸，是爸爸不好，爸爸不争气，全怪爸爸啊！可他们不肯放过你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怪别人，怪我。可爸爸真的想好好过日子，好好过。这些混蛋，是他们把你打成这样的。怪我啊！咱们去医院啊！师傅，上医院啊！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天还早，我们去酒吧吧。明天我一早还有会议，我想早点回家去休息。哦，对了，你打算怎么跟郑明雷解释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又不欠他什么。他在你父亲那儿做什么？高级行政助理。怎么，你想要回来？叛变的狗，我还会想要吗？我会啊，要回来，慢慢的折磨他。哎呀，女人比男人更歹毒啊！谁说的？古人早证明了，还是男人歹毒，无毒不丈夫嘛。时代进步了，妇女也跟着一起进步了。嗯。桃儿，医生怎么说？没事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医生说你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去，等你救命！人都死100回了。谁啊？没事，您睡吧啊。刚才一个劲儿打，现在又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喂，多多，小桃跟你在一起了吗？我正要去见他呀。你在哪儿呢？医院啊。什么？医院？哎，小桃怎么样了？不是小桃，是他爸。小桃不接我电话，你见到他，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啊。你不过来吗？我妈在闹呢，我走不了啊。行，就这样啊。好。罗总是回家吗？这么早回什么家啊？那去哪儿？去酒吧吧。酒吧？多多回来了，连叔没事吧？没事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哎，对了，
你帮我看一下好吧？我回去拿一下衣服。去吧，好吧，拜拜。小桃，对了，杨康让你回电话，啊？哦，是这样，他打你电话没打通，打到我这儿来，让我转告你，赶紧回给他。哦，知道了，那我进去了啊，拜拜。打不通不会再打，大笨蛋。去。行了行了，没事了，你也好好休息吧。啊，再看看吧，不行咱去趟医院。我没病，你少气我就能多活几年了。哎，你妈说没事儿就没事儿。爸，你坐。我呢，是真想好好做点事给你们看，谁知道就到了今天这个地步。哎，慢慢来，现在做点事也不容易。哎，小桃呢？一直打电话就没接，又吵架了？还是信用卡惹的祸。早知道他那么反对，我就不透支了。你说，这么大的事，啊，你也不跟我们商量商量？我不都结婚了吗？这结了婚就是男人了，男人做事凡事应该自己做决定。啊，照你这么说，未成年的孩子只要一结了婚，他就成熟了。我是未成年吗？还不如未成年呢，臭小子。怎么办啊？爸爸明天出院，没有钱结账啊！哎呀，这端茶倒水的，你行吗？不行也得行啊！白天我会去找其他的工作，反正这里是晚上的班，我爸不会知道的。好吧，按照规矩，先试用2个月，不合适的话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谢谢经理。哟，丫头，太有缘分了！站住！先生，请问您还需要点什么？我没看错吧？你是这里的员工啊？先生，请问您还需要点什么？我需要。坐下。先生，请在这里说，我听得见。你给我打的欠条，你还记得吧？瞧瞧瞧瞧，小姑娘出来当服务员了，太可怜了。这样吧，今天你陪我在这儿喝酒，那点钱就免了。先生没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在那儿，你要不养活了你？请你放尊重点儿。放尊重点儿。小娘们儿，我告诉你啊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知道吗？这话已经被别人说烂了，在本姑娘这儿不灵。你去，你给我过来！放手！干嘛你？放手！哎，嘿，我呀，哎呀，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他欺负人，那叫欺负？小姐，这是在酒吧，不是圣女殿堂，人家只不过是让你过去跟他聊聊天。我是服务生，又不是陪酒的。他们让你陪酒啦？他拉我，拉你就急啊！好了，我刚才说了，这里不适合你工作的，你怎么说的？再说了，这里哪个女孩子没被客人碰一碰撞一撞？只要他们不过分，这还不算过分啊？这叫过分吗？哎，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你走吧。哎，你等等，待会儿客人医药费算你头上啊！啊什么啊？那让我替你付啊？你连5分钟工作都没干满，还让我给你支付薪水，听起来有这道理吗？啊，好了，走，真是倒霉。
你坐下的。马路是你家的吗？你干嘛老跟着我啊？不如请我吃宵夜吧。我请你？对啊，拜托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不是什么公子哥吗？还是什么公司的什么什么少爷？哦，你知道？我早知道了，我老公告诉我的。既然你知道我是有钱的人，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凶啊？你有钱关我屁事啊！我求求你了，别再跟着我了，行不行？我既没钱又没色的。哦，还挺有自知之明的嘛。不过呢，你还是得请我吃宵夜。你觉得我这种人请得起你吗？那就得去你请得起的饭店呢，对不对？想吃宵夜是吧？哦，行，我请你吃全市最大的饭店，怎么样？好啊，走啊！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老伯，哎，来20个羊肉串，2扎啤酒，再来几个小菜。好嘞，你先找个位子坐一下啊。哎，罗公子，跟我过来呗。哎，喂，这就是你说的全市最大的饭店呐？当然，这当然是全市最大的饭店。不信你量量看。喂，我们随便去哪家都比这儿大吧？这要是随便找的地方，怎么能配得上罗公子你珍贵的身份嘞？喂，不如我们换个地方，我请你，怎么样？不行，你呢，要么坐下，要么自己走。老伯，把盘子收了呗。好嘞。哎，小头，稍等一下，马上就好啊。哎，好嘞。我真想不明白，这么多年你是怎么活过来的？喂，你要不要把其他的桌子都擦一遍？哦。多脏。你在找什么？我在找那个垃圾桶啊，没垃圾桶啊。Oh my god！ 怎么了？我只是找垃圾桶啊。来，没用。愣着干什么呀？喝呀！我平时爱喝红酒，这有没有红酒？你干嘛？有没有必要啊？在哪儿啊？哎，彤彤，我在医院陪雷叔呢。在医院？雷叔叔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，挺好的，放心吧。那我过来找你吧。好，那我们一会儿见。拜拜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现我其实还挺帅？我只是把啤酒喷在你衣服上，你就把衣服给脱了。我要是喷在你手上呢？是不是把手给剁了？别开玩笑。这种地方不开玩笑有什么意思啊？所以让你换个地方。要换你自己换嘛。来，小唐，10串先吃的，与我送的，一会儿就好啊。啊，好。代表地球人民欢迎你。喂，你们星球不会连羊肉串都没有吧？不好意思，还真有，但是肯定比这个卫生。你凭什么说这里的东西不卫生嘛？直觉。
因为在英国的时候都是室内的，没有室外。英国？你在英国生活过？回香港没多久就被我爸给抓到这儿来了。哦，这样啊。难不成国外的月亮就比中国的圆？啊？吃个羊肉串还没国外的好了。我告诉你，中国的羊肉串可是世界上最顶级的。看不出来你还挺爱国的。那是必须的。你怎么不吃嘛？不饿。你不饿干嘛让我请你吃宵夜？我有件事情想要跟你商量一下。跟我商量？什么事嘛？是我害你丢了工作，对吧？对啊，不过我已经原谅你了，你就不用给我介绍工作了。谁要帮你介绍工作？我帮你还赵哥的钱，你得替我做一件事情。替我还钱？5万块，外加今天的医药费，你都替我还？对。你该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喂，我早就告诉过你的，我是有丈夫的人。你能不能不这么自恋啊？我不是白帮你的，我是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的。什么事？我告诉你啊，歪门邪道的事情千万别开口。我要你帮我做的事情是……等一下。喂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外面吃饭。吃饭？现在几点了？你考虑的事情考虑怎么样了？哎，回家再说。你在哪儿？我去接你。不用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你跟谁吃饭呢？一个人。一个人多不安全。我去接你吧。我说了不用了。你可真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。凭什么说我不合格啊？因为你欺骗丈夫。如果一个谎言跟一个鸡飞狗跳的吵架，你会选哪个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每次见面之后，你家里都鸡飞狗跳的？少得意啊！你可没那么大能耐。这有什么可得意的吗？行了，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事儿吗？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？计算机美术啊。有这个专业吗？喂，你是火星来的吗？就是计算机多媒体专业啊。我擅长动画部分，动画不就美术吗？有你这么分解说话的吗？我懒得解释那么多嘛。你问我专业干什么？我要你帮我做一个5分钟的 Flash， 我需要这个东西。你不是在你爸公司工作吗？你爸公司不会连个做 Flash 的人都没有吧？这是我个人问题，具体的你就别问了。我问你，你做还是不做？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，过期作废。1，我给你做5分钟的 Flash， 你就给我5万。2，你该不会有别的企图吧？3，就这么定了。很好。你怎么不喝啊？我不喜欢喝啤酒。你不喝干嘛碰杯啊？走个形式而已嘛。果然是火星来的。这都被你看出来，还真不容易。自恋到令人崩溃的地步。喂，我还没吃完呢。你不觉得像我这样玉树临风的帅哥，在这种场合很招人眼球吗？你还真走啊？如果你还有什么事就赶紧说，我已经说完了。老婆，买单。连康，别打扰我。怎么了？我这撞枪口上了？离婚协议书。想什么呢？想男朋友？想男朋友会是这样的表情？罗毅给你要不？我呸！你给我1亿我都不可能要罗毅。哎呀，最近你真牛吧？
到处飞，都飞到月球外面去了。你到底是喜欢杨康还是喜欢罗毅呀？哪个是我都喜欢哪个。唉，曾经吧，有一份纯真的爱情摆在我面前。老大，这么老的词儿能不说了吗？我也想有新的呀，那在我心里都是旧的。想不想立刻忘掉旧的，开始新的生活？我可以帮你追求罗毅。哎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，你连住的地方都没解决呢，有能耐追来，自由着吧。罗毅他是什么？我说什么了？捉，接着捉。告诉你可以，不过你要保证不能告诉别人啊，也不能把我赶出去。你赶紧说嘛。也不能跟小桃说啊，我怕说了他就不跟我当朋友了。哎呀，你赶紧说吧。罗毅是我表哥。哦。欣赏够没？你确定你脑子没坏？你既然有自己的专长，为什么不去好好找工作？你以为我没找啊？这年头的工作有那么好找吗？再难找也要找啊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做个前台或者酒吧服务生？你以为世界上很多人都跟你一样，钱躺在家里，等你慢慢找工作？你的车真被拖走了？你又不是我妻子，我没必要骗你吧？说的我好像天天骗我丈夫似的。我要是你丈夫，把你吊起来天天打。跟你一比啊，我丈夫很好。哎，银行方面的事情你懂吗？银行？只要是关于钱的，没有我不懂。我跟你说啊，假如我在银行办了5张信用卡（括号不同的银行），5张信用卡上面分别透支了2万。哎，你别着急啊，我说的是假如，不是我。谁着急了？哎，这一定是你朋友的行为吧？叫他赶紧把钱还上。我还没说完呢。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想问，他这种行为合法吗？合法。哎，如果还不上，那就是犯法。万一还不上，会怎么样啊？轻一点的后果呢，银行会把他拉进黑名单，成为无信用用户，以后买房、买车、保险等等相关项目都会出问题。那严重点的呢？严重点的后果就是，如果到期他还不上的话，那银行就会控告他，那就会进入司法程序，结果就会强制执行。怎么个强制法？财产充公，房屋抵押。那没房子没财产呢？那就去坐牢呗。My God！ 哎，喂！雷小桃，你就等着哭吧。雷小桃，我看你怎么办。真不是我最痛恨借钱了。哎，万一在规定时间内还不上，还利息就行是吧？那10万块的利息是多少啊？银行收取日息是5/1000，换成年息是18%。哦，那还好，不算高利贷。哎，不过你要知道啊，现在是复利计算，利滚利。哦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现在大部分银行是全额计息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吧。娘，哎，我去哪儿啊？让他还钱去。哎，这么说你是有钱人啊？我家人有钱，我没钱，我正到处打工呢。为什么呀？家族逼婚。电视剧看多了吧？是真的，我从小爸妈就离婚了，爸爸在香港，妈妈在英国，2人忙得从来都不管我。
我是在舅舅家，也就是罗毅家长大的。你跟罗毅关系很好了？他这个人从小到大一个样，跟哑巴没什么分别。不过对我很好，很宠我倒是真的。想什么呢？他知道你在我这儿吗？刚刚知道。没管你？肯定是会管的呀。应该还没腾出时间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我宁死不能跟他回去，也不想回香港。我高中的时候跟同学关系很好，就被我老爸送到英国去上学了。这大学刚毕业，刚有了自己的朋友，又被我老爸接回香港了。这刚有了工作吧，他又逼我跟一个富家公子交往，一气之下，我就彻底的离开了他们。你就是传说中的千金小姐啊？没你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吧？比我想象的还糟。既然我已经知道真相了，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。我知道什么事儿，要我帮你追我表哥是吧？这种事情是你帮就能追得上的吗？干嘛？付房租。哎呀，好像下雨了呀。付房租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还以为你摸到身边有女人，就立即搂过去呢。你当我什么呀？神出鬼没的。说，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你知道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吗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跟谁在一起呢？是不是又那个混蛋？雷小桃，我警告你。银行的钱你还了吗？啊？哦。啊什么？问你话呢。一大早提什么还钱呢？哎，你今天必须把钱给我还上啊！刷牙喽，洗脸喽。哎，杨康，杨康，正在办国家大事呢。办你个头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有事稍后再议。你开门，开门你！公共财产请注意使用。你知道杨康做了什么吗？刚租的店是要被拆掉的房子，这3万块钱怎么办呀？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这事儿我们已经知道了。小茶姑娘，你别生气，这事儿我们都知道了。你们都知道了？合着你们全家人都知道，就我一个人不知道？你们什么意思嘛？哎呀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吵什么吵？雷小桃，昨天晚上账还没给你算呢，给我进来！你，哎，冷静冷静，千万要冷静啊！冷静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这个，我们不吵架好不好？很好。我从来也没想过跟你吵架。我也是。我嫁给你，在你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，义无反顾的嫁给你。我只想好好的过日子。这话说的，好像有点感人啊。但是雷小桃同志，你别忘了，我能够愿意娶你，在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义无反顾的娶了你。这证明了你的证明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一再的宠你让你，啊，我作为一个男人，你作为一个女人，是不是应该有个度？度什么？度你踏上罪恶的深渊吗？你是说，你做了罪恶的事，导致了我走进了深渊？我不想跟你吵，啊，反正我妈对你的印象是不好。你，哎，你坐下坐下，我们先谈。
你妈对我印象不好，这个事儿咱暂且放一放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什么叫我做了罪恶的事情？你昨晚去哪儿了？跟谁在一起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啊？为什么不让我去接你？我让你去还的钱，你还了吗？我没还钱，你就跟别的男人鬼混。也许我用词不当，但是，我作为你的丈夫，啊，3天2头，为你彻夜不归家，担惊受怕。如果你没有拿你那些小心眼来看我，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情根本就不存在。我就不明白，你为什么非要跟他在一起？你是结了婚的人，你是一个有丈夫的人。这个世界除了男人就是女人，难道你要我跟了你，从此戒了跟男人说话？你少强词夺理。你是跟正常工作的男人在一起吗？他是你朋友吗？他是你同事吗？你还不是看人家有钱啊，天天黏着人家。哎，媳妇儿，哎呀，媳妇儿，哎呀，嘘，干嘛？行，哎，别打我，哎，行，哎，媳妇儿。在你眼里，我雷小桃就这么一个人？本来不是，但是你最近的行为，让我是可忍孰不可忍。说死了你就是不信任，是不是？本来是信任的，但是最近的你，实在是让我……你亲眼看见我跟别人怎么样了？还用看呢？非要抓到你才算。我忍你一次又一次，昨天晚上我实在忍不住了，你居然名正言顺的跟别的男人去吃饭。哎呀，杨康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妈，你进来干嘛？我们夫妻的事儿。夫妻的事儿是吧？哎，你是不是我儿子？雷小桃，你既然现在是我们杨家的儿媳妇儿，就该守我们杨家的规矩是吧？妈，没你事儿。我问问看啊，这个当媳妇儿的就应该有个当媳妇儿的样，当儿媳妇的就更应该有个当儿媳妇的样吧？你说说，你3更半夜的跑去哪儿了？妈，这些事我来说就好了。你说呀？你看看你把你媳妇儿管成什么样了？结婚才几天呀，几天不回家了？哎，我倒想问问你啊，你去哪儿了？干什么去了？您说呢？您说我干什么去了？我怎么知道？行了，妈，你别捣乱了，咱们出去吧啊！你赶紧出去吧。哎，打住！怎么是我捣乱呢？啊？你媳妇儿刚嫁进我们家没几天，弄得我们全家鸡飞狗跳的，捣乱的是她。杨康啊，换衣服啊，离婚去。媳妇儿，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嘛。我这当婆婆不能说你了，妈，是不是？我求你了，你赶紧出去吧！我求你了，你拿离婚来吓唬我们，快把我逼疯了吧！你快让他出去吧，让他自己解决。我真没吓唬你们，你们是一家人，我是个外人，我作风不正，我不配待在你们家。杨康，你傻站着干嘛？离婚去啊！你不要用那个态度来对我们。妈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还不吃这一套呢。你坐下啊！咱们我对你也不满意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儿子不怕你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啊，媳妇，你什么态度啊？妈，走，先出去。没事，你听我说，我慢慢跟你说呀，都是你惯的。